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有效管理的五大兵法》，作者孫濤賢係經驗豐富嘅企業家，曾經創辦藍色光標同拉卡拉等知名企業。佢喺創業過程之中總結出一套實用嘅管理心法，亦即係呢一本書嘅內容。啱啱開始睇呢一本書嘅時候，仲會擔心呢一本書會唔會太過浮誇，因為作者話佢既教人做領導，又教人經營管理，甚至仲教做人。不過睇完之後發現呢一本書確實為企業經營提供咗實用方法，亦都為個人成長指出咗路徑。書名之中嘅五大兵法其實係管理嘅五個層級，分別用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嚟代表。金係核心價值觀，木係基本行為準則，水係處理問題嘅方法，火係考核隊伍嘅步驟，土係領導者嘅素質。呢五層層層遞進，構成咗從自我管理到他人管理嘅完整體系。作者之所以選擇金木水火土嚟命名，係因為佢崇尚傳統文化，認為五行相生相克嘅理念同管理之道相通。呢五行唔單止係方法，亦都能夠作為選拔人才嘅標準。好似核心價值觀同行為準則係招聘時嘅基本要求，亦都係職場人應該具備嘅素養。更加高嘅兩層對中層同高層管理者提出要求。中層要識管人管事，具備指揮部門嘅能力；而領導者就要能夠建班子、定戰略、帶隊伍，具備真正嘅領導力。所以你會發現金木水火土構成咗三個職業進階階段。想成為職場精英，就要先管好自己；想成為中層幹部，就要學識管理他人同事務；想成為領導者，就要具備帶隊嘅能力。無論你係職場人定係創業者，都會喺呢三個層次之中不斷成長。跟住我哋會按照呢三個進階，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呢一本書。你越想向上行，就越值得聽到最尾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喺職場之中，要成為一個可靠又有能力嘅人，需要做到乜嘢呢？作者認為，第一係要有優秀嘅價值觀，就好似黃埔軍校嘅對聯：升官發財請往他處，貪生怕死勿入師門。明確價值觀能夠吸引志同道合嘅人。企業要揾到合適人才，必須有清晰嘅價值觀標準。個人要進入優秀企業，亦都需要具備相應嘅價值觀。書裏邊舉咗個例子，作者嘅朋友因為冇辦法接受新公司嘅企業文化，覺得做嘅事背離原則，最後選擇辭職。呢一個就係價值觀不合導致嘅結果。咁乜嘢係優秀嘅價值觀呢？作者提出五個方面：求實、進取、創新、協同、分享。其中協同包括三個層面：向上思考、向下執行、防區延伸。例如公司規定交接出問題，前任負全責，強調嘅係責任心同整體意識。作者將好嘅價值觀概括為一句說話：走正道。因為走正道先至走得穩、走得遠。當然，淨係有價值觀係唔夠嘅，仲需要良好嘅行為準則同工作習慣。為此，作者提出咗12條律令，分為4類。第一類係指令傳達，確認指令，及時報告，撰寫週報。第二類係行動效果，說到做到，保持準時，解決問題。第三類係記錄溝通，日清郵件、會議記錄、寫備忘錄。第四類係匯報方法，3條總結、1頁報告、統計分析。呢一啲原則能夠建立起基本嘅紀律同協同方法，大幅提升效率。作者話，如果上下級都能夠照做，效率能夠提升50%，成功率提升30%。書裏邊仲舉咗一個例子，一間互聯網公司嘅總編寫咗200幾頁嘅管理手冊，甚至規定如果電話10聲之內唔接嘅話要罰款。咁樣嘅嚴格管理，讓佢哋喺激烈競爭之中勝出。當然，呢一啲律令要真正落地，亦都唔容易。例如遲到呢一件事，由公司總裁規定自己遲到都要罰企，甚至仲罰埋秘書，讓秘書不斷提醒，先至徹底解決問題。總之，呢一啲價值觀同工作習慣係企業長期運轉嘅基礎，亦都係個人成長嘅標準。如果你想進入好公司，成為可靠嘅人，就要從呢一啲方面修煉自己。跟住我哋睇下，如果你已經係優秀企業嘅員工，想升任中層管理者，需要掌握邊一啲技能呢？作者提出，想聽足本版，
請即參加創業家會員，1年會員每日3蚊都唔使。立即點擊資訊欄嘅 link。